这个苏议长到下港来看儿童注预防针的状况，到高雄这站的时阵特别来宣布，因应着学校就要恢复实体上课，将要发予高中以下所有的学生免费的快筛试剂。现在要渐渐恢复实体上课，孩子们又过团体生活，孩子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我们都希望把它保护好，所以现在决定给高中以下，包括专科前3年及国中、国小的孩子，能够有1人份4剂的快筛剂免费提供。后来教育部是进一步来说明，将要免费提供高中以下学生每一个人4剂的快筛试剂，后礼拜1会陆续寄到学校发予学生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